台北汇集各种的风味美食，百年老店，市民小食，创新料理，应有尽有。看起来平凡的米粉汤，为什么会当予各地来的食客甘愿透早起床来排队呢？我遮的小菜就是咱遮的特色啊，这就是完全足台湾式的食法。福州人手头的三支刀，安怎继续展现出将近10团的真功夫呢？南北回的代表食材乌鱼子，竟然变身成做创意的点心。这应该提出国去比赛呢，这会赢的。传承5代的老饼店，要哪伫坚持古法的同时，行出新的出路。请锁定这礼拜的咱的城、咱的市、咱台湾的味。